一段一段的，第一段是这儿，第二段宝强出，从宝强出开始摇过来，这是一段，然后都是把时间掐好，关键是把时间掐好。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有一个长镜头是从前到后整个连贯起来的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一让开以后，先是中国外星人之乡，相当于你在指挥磨牌子。碰到宝强了，宝强是坐着一个滚蛋，但这滚蛋是我们人推的。四店跟村长就从镜头两边或者从这边过来了，其实像你们相当于对你们打招呼，对，然后就过来了，就是仨人交流边说这个边感觉特别好，然后就到酸汤鱼，对啊，还组织大家在这吃饭呢，哎，招呼大家，哎，吃饭，然后往这儿走，发现浩然在这儿拍呢。准备，开一，让，直，有点仰过了，对，太慢了，怎么这么慢啊？为什么一个人推？快点啊！看，慢了很多。思成哥有劲儿了，希望把这个作品做得非常非常好，然后希望这部作品能承担起属于他自己的责任。直。电影就用镜头讲故事嘛，如何更有趣的讲故事是需要镜头语言的设计的，所以当时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就在想怎么去把这东西更好玩的做出来。我们排练了一天，拍摄了也有大半天，很不容易，但是最后呈现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Cut，OK，这边完美，这边接近完美。